也毋过咧，对一寡低收入户来讲，参要提出到1000块来换买到3杯罐，拢困难。所以，这个1919食物银行甲超商来合作，推出到认买救助套餐的活动。咱的乡亲若领到3杯罐，会当提出到其中的300块来买这套救助餐，送予弱势家庭。啊，这套餐内底有米、有面、有罐头、有牛奶。爱心大赛柯佳燕嘛到现场呼吁大众发挥爱心。我以前的生活就是说三餐不继。少年的时阵得到喙空癌，65岁阿国想到过去连食饭都有困难的日子，目屎都用要流落来。那时候就到岛屿火车站，那个就是种人家吃剩下的，我就自己找来吃。亲像阿国这款的低收入户，干那只是开理、食大、水电这方面的费用，就占每个月支出的差不多60%左右，就免讲摕1000块出来买3杯罐。疫情对生活跟工作都有些影响，那更何况是原本就辛苦生活的人，所以在领到3倍券的时候，拿出1/10来帮助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家庭。我们每2个月发送一次食物包，现值呢是差不多2500到3000，里面我们可能会配一份7跟我们一起合作的这个300块的食物包。阿妈内底有米、面，还佫有罐头。咱领到3杯罐了后，就当提出其中的300块认购救助的套餐，志工就送去予低收入户，互因食较营养咧，嘛互3杯罐加一个温暖的力量。